然後去到中二，中二咧就唔詳細講啦，即係總之呢個講埋都唔緊要啦。中二嗰陣咧，我就有個中意嘅女仔，咁個中意個女仔咧就叫做有緋聞啦，姑且咁形容啦，就係有好多個同學，即係佢基本上個個都話佢同另一個男仔拍緊拖，咁所以嗰陣咧我就又唔係幾開心咁樣啦。咁然後就同時我亦都好中意打羽毛球，加埋我又已經讀書啦，考咗第一啦，又攞埋乜乜乜傑出學生啊乜乜之類嗰啲啦。嗰陣好似未攞卓越學生，即係總之攞咗校內嘅品學兼優啦，但係校外嘅嗰陣我係未攞噶。咁所以咧，我記得我9月開學，跟住之後去到大概10月到11月零左右啦。其實就係而家呢啲時候嚟嘅，因為而家係10月26號嘛。而家係2025年嘅10月26號，而我中意決定咗要真係認真打羽毛球追夢嗰陣，係2018年嘅10月至11月左右啦，即係整整啱啱好係7年前。7年前嘅而家呢段時間，我14歲，我記得應該係14歲。我嗰陣就決定，即係我睇下嗰啲羽毛球嗰啲片啦，跟住又上網查下，即係嗰陣我想咧入青年軍啊，咁樣 check 到話，喂14歲係嗰個叫做歲數嘅限制，我唔記得類似咁樣啦。咁啊，所以咧就決定，啱啱好有14歲，不如試下向呢方面發展下啦。同埋我真係好中意打羽毛球啦嗰陣，咁就練波咯。中間發生好多嘢嘅，但係主要都係練波啦。咁中二嗰年，好難得地啦，我係 keep 得到個成績嘅，即係我記得最後出咗嚟都係全級第2咁樣啦。但係就都冇，但係係啦，都係，但係用呢個轉接呢個連接詞係啱嘅，就係我嘅心思其實主要都係放咗羽毛球度啦。一個禮拜係練6日，即係以前中一嗰陣咧，我每日4點鐘放學，即係你當4點至7點呢段時間，我就係讀書啊、畫畫班啊、打羽毛球啊，或者奧數啊之類做功課啊、補習班嗰啲咁啦。中二咧，我一放學4點鐘之後，我就會即刻去更衣室嗰度換我帶翻學校嗰啲體育衫。4點至6點呢2個鐘，甚至可能有時我練到6點半先肯走，我就係自己操自己咯，即係練波，就係練波，就係練波。然後一個人點講好咧？哇，同埋有啲聲沙添。希望我講完之後講得夠攰，可以順利啲，好好咁樣瞓得着覺啦。跑步，然後練步法，然後嗰陣時咧，我嘅地理科老師咧，即係佢都係叫做識打少少羽毛球，咁佢咧就每日咧都會落嚟指我叫做練步法嘅。算啦，唔拎到佢啦。我仲好記得佢個手勢點嘅，即係佢教我要練嗰個叫做米字形嘅步法。其實唔係佢教我，不過係佢幫我練啦。即係佢執我啲動作，咁佢咧就會企喺度嗱，即係我而家企咗喺度咁樣啦。跟住咧，叫做咩咧？我咧就會企喺個羽毛球場嘅正中間，佢就企正喺我前面。佢就會總共指6個方位嘅，即係米字啊嘛，米字咁樣。好，第一個咧就係咁樣。影唔到添，咁樣咧就係叫做後場，即係我唔知左定右唔識分啊，就係要側身跟住跳去後場右邊咁樣啦，然後打一個高遠球，然後如果咁樣咧就係接殺波，接殺波。然後如果咁樣咧即係向下嘅，就係要上前放網，即係總之一係就咁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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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係就咁樣。一係就咁樣，佢係速度好快嘅，即係，然之後
然後我就係要根據佢嗰個手嗰個發嗰個方向，然後就跑嗰個步伐咯。同埋佢有時會 fake 我嘅，即係佢例如話，即係個手咧會咁樣扮下嘢，然後搞到我會挫到飛嚟飛去，然後佢一喐咁樣又咁樣，即係總之都係幾有回憶嘅，係咯。雖然就好辛苦啦嗰陣，即係基本上係練到我死咁滯啊！佢想好似成3分鐘，總之就係不停係咁搶到我極限嗰陣，然後再搶，跟住之後先至俾我唞一陣咁樣咯。然後每日即係禮拜1至5每日都會咁樣跑步法。跟住之後禮拜6咧就係我報咗一個叫做出面嘅訓練班啦，就係晏晝嘅3點至5點打2個鐘波咁樣嘅。咁最後中二嗰年咧就係，哇！我咁講咪要講成2個鐘，咁誇張啊！講成2個鐘，2個鐘啊！橫掂都唔眼瞓。我肯定有講到聲沙，即係講到2點咯。而家係12點59分。除咗練步法之外咧，仲有個平抽檔，係啦，平抽檔即係可能我遲啲會拍條片示範下。總之就一個人對住埲牆打羽毛球咁樣啦。然後最後個結果就係點咧？就係由嗰一年2018年嘅10月或者11月到啦，一路練到2019年嘅7月。即係8個月嘅時間，8至9個月嘅時間，就係為咗參加嗰個全港青少年羽毛球錦標賽，最後係衰咗嘅。我仲記得嗰陣，我係叫咗我嘅一位教練嚟觀賽啦，睇我比賽。其實我嗰陣時諗翻，佢真係幾好人，因為佢應該心水幾清咧，知道我係即係未到嗰個實力，未到個水平啊。但係總之我就輸咗啦，咁樣。咁就玩完就唔係幾開心咁樣啦。咁因為嗰陣係7月啊嘛，咁你7月個比賽輸咗之後咧，你仲有2個月嘅暑假，係即係1個半月左右啦。嗰陣時我亦都叫做唔係咁想放棄啊，未死心咁樣咧。咁所以就我係又有出去揾教練，係啊，成個暑假咧，2019年嘅7月至9月，我基本上就係1個禮拜有3日至5日都係打緊羽毛球嘅，即係嗰陣勁啦！嗰陣你又去天水圍啊，又去青衣啊，又去荃灣啊，又去屯門有啦，跟住主要都係呢幾個地方咯，即係4圍去，經常搭車咁樣去完呢邊打波就去嗰邊打波，又去嗰邊打波咁樣。因為我嗰陣都叫做 OK 啦，即係有啲羽毛球嘅底子咁樣咧，所以都叫做有幾多人都想，即係唔會抗拒同我玩咁樣咯。咁就一路拖咁啊，去到9月，即係2019年嘅9月咧，咁就開學啦。不知不覺已經係中學3年班啦。咁去到9月嗰陣咧，我仲未死心，仲係好想打羽毛球嘅。咁嗰陣我仲記得我報咗一個班叫做銅章訓練班啊，係啦，即係羽毛球協會嘅銅章訓練班。跟住就即係你銅章考試過咗就可以升上銀章，銀章考試過咗就可以升上金章啦。我諗翻其實我嗰陣嘅實力咧，而家都係啊，起碼有銀章至到金章嘅，金章可能未必得，因為佢有啲技巧好難，即係例如你反手吊波，但係你係要吊斜線喎。即係反手吊直線嘅話，我而家都 OK 啦。但係反手吊波吊斜線係好難，即係我唔識啦。同埋就係網前勾對角啦，唔係網前網底勾對角啦，反手嘅網底勾對角啦。同埋就係反手打高波啦，係咯，即係反手打高波我係打到嘅，但我個力量唔夠咧，唔可以由後場打到後場。同埋就係正手打叫做高波，咁個高波分2隻嘅，一隻就係最普通嘅高波啦，即係咁樣標，即係總之係好高嘅咁樣啦。第2隻高波咧就叫做平高球，好似係叫平高球，即係佢係冇高波打得咁高，但係佢又係高波嚟嘅。有咩用咧？即係同高波有咩分別咧？
就係你如果打普通嘅高波咧，因為你嗰個波打得夠高啊嘛，咁所以咧變咗就對方有好多嘅時間咧可以慢慢企定位再接你個高波咁樣。但係如果你打平高球嘅話咧，你嗰粒波咧就係啱啱好壓咗喺個距離，就係你嘅對手咧跳起身又跌唔到，但係咧嗰粒波又唔會太高咁樣，就可以咧叫做用最快嘅速度去到最遠嘅距離，就可以壓到個對手啊，係咯。哇！太耐冇試過講咁耐嘢添，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仲有啲幾個技巧未識咯，所以未必可以 pass 到金章嘅，但係銀章就應該冇乜問題啦，銀章係咯。但係總之嗰陣就因為佢嗰啲程序啊手續嗰啲咧，就一定係要銅章先，跟住之後再上銀章，再上金章，咁啊冇計，唯有去報銅章啦。咁所以2019年嘅9月至到11月咧，我係玩緊銅章訓練班嘅，嗰陣要讀書啦。我記得我係喺屯門大興體育館嗰邊嗰度玩呢個訓練班嘅。咁我一個禮拜有3日嘅，3日仲要係上課天，即係禮拜1至5嚟，好似係夜晚7點至9點添啊！哇，勁癲！我4點鐘放學，即刻就做功課啊，即係總之搞掂晒我要搞掂嘅嘢，然後我就會換衫，然後去大興體育館，然後6點零鐘、7點鐘就開始練波，咁啊練到9點。問題就係其實我諗翻喺嗰段時間係，即係嗰個訓練班對我嚟講係非常之無聊，因為我係同成班嘅小學生一齊練咯。即係你諗下個畫面係幾咁尷尬，成班嘅小學生，你當有20幾個人咁樣咧，得我一個係中學生，係咯，咁啊所以就非常之尷啦。咁所以我就大概叫做打咗1個月多少少，總之9月至11月咁樣咧，2個月到啦，我就冇再打啦。一嚟就係覺得唔好玩啊，即係大家實力唔係一樣啦。第二就係咧，我嗰陣讀書成績差咗好多，因為9月1號開學啦，10月中咧就係考期中試嘅。咁我講緊我中一係全級第1，中2係全級第2，去到我中3嗰期中試咧，我係攞咗第5，係啊，攞咗第5，即係第一次跌出頭3名咁樣。咁所以嗰陣就真係，唉，算啦，即係都叫做玩咗1年啦。我叫追夢失敗，咁啊，所以面對下現實咯，我翻嚟讀書咯咁樣。咁啊，所以咧就開始讀翻書啦，亦都真係放低咗羽毛球。然後估唔到一放低咧，就真係由2019年嘅嗰個冬天，應該係嗰個秋天，放到嚟而家2025年嘅秋天，我先至攞翻起個球拍啦。但係呢個就唔係呢條片討論嘅範圍啦，遲啲再分享。咁咧，諗下先，哇，口乾。2019咁啊，讀書啦。我記得咧嗰陣都幾熱血嘅，即係我話要讀翻書，我就讀翻書噶啦，好搏命嘅。之後發奮讀書啦，又想叫做將中一嘅嘢重新嚟多一次咁樣。咁咧，淨係論嗰一次考試，即係中3嘅上學期考試咧，我係成功嘅，因為我記得我好似係有4科第1嘅。首先咧，我地理攞咗第1啦，攞咗90分，記得好清楚。中史攞咗第1啦，中國歷史攞咗95分，通識都攞咗第1，攞咗94分。仲有科係咩咧？諗下先，唔係好記得添。生物、化學、物理、體育，總之啲3科啦，最少有3科攞咗第1。但係奈何咧，就係因為我叫做個統測啊，期中考咧得第5，咁所以就算我大考嗰度考得好高分咧，因為我期中考到低分啊，所以拉出嚟個分咧低咗。咁結果我就攞咗全班第3，全級第4，因為嗰年咧，隔離班嚟咗個插班生，個插班生咧就好勁。咁但係嗰陣我都叫做接受現實 OK 啦咁樣，因為我自己都心中有數，知道自己期中考嗰陣係差啲嘅咁樣。咁啊冇計啦。咁啊所以咧都唔算話特別唔開心。咁跟住之後發生咗啲咩事咧？因為我而家數數下已經數到嚟
2019年嘅12月，嚴格嚟講係2020年嘅1月啊，即係19年嘅12月考完大考之後咧，2020年嘅1月咧就進入下學期。呢個時候咧就係疫情啦，即係我仲記得嗰陣係新年假咁樣啦，然後咧就無啦啦教育局話停課咁樣，封關啊、封城啊之類呢啲嘢咁樣啦，變晒做 Zoom。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有少少類似天意嘅，就係我就算我冇放棄到打羽毛球，繼續有打銅章訓練班咧，其實我之後疫情嗰幾年我都係打唔到波，因為嗰陣時體育館嗰啲封晒，娛樂場所嗰啲全部都冇得玩啊嘛。咁所以我叫做係喺個天逼我要放棄羽毛球之前嗰1-2個月，我自己就已經放棄咗羽毛球先咯。喂，Hello 各位觀眾，而家係剪緊片嘅我啊，好快補充多少少嘢咧，就係我醒翻起，其實喺我2019年7月至到9月嗰段時間咧，因為我出咗去揾教練嗰啲啊嘛，即係嗰陣時未死心啦，然後其實我係做咗一段時間嘅所謂嘅 book 場黨啊，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即係嗰啲咧凌晨5點鐘咧就去體育館門口嗰度排隊，跟住之後6點鐘咧就去book 場，即係一口氣 book 10幾20個場咁樣，然後就拎嗰啲場出去賣啦。但係我嗰陣咧 book 嚟就唔係幫自己賺錢嘅，就係 book 完之後咧俾我嗰個教練用啊。因為嗰陣咧佢就話，如果我肯叫做凌晨5點鐘去體育館嗰度幫佢 book 場，幫佢排隊嘅話咧，咁嘅話咧就可以減輕一啲我嘅叫做學費、教練費咁樣啦。其實我諗翻嗰陣咧，我應該係俾人揾笨嘅。不過算啦，總之佢最後係減低咗我啲叫做打波費用，而我亦都吸收咗一個叫做幾有趣嘅經歷啦。即係嗰陣係見識到係真係會有人拎個帳篷，然後喺個體育館前面嗰度通宵排隊咯。跟住之後個個去嗰邊買嘢咧，即係叫做 book 場啦，都係一口氣 book 10幾20個場，全港18區狂 book。但係而家唔知有冇得咁樣玩，而家好似已經改咗制啊！即係咪要實名登記啊？定係點咧？總之以前係可以咁樣屈機咁樣玩嘅。咁你叫做一口氣 book 咗10個場啦，咁你就揸住咗10個場個旗啊嘛，然後就可以高價將嗰啲場賣翻出去俾其他人啦。因為佢只要你嗰個叫做 book 場嗰人在場，咁你就可以用嗰個羽毛球場啦。同埋就係好多嗰啲教練咧，佢哋就可以用呢一樣嘢叫做作為一個誘因，去吸引啲人去報名佢啊，就話你如果報名我咧，咁我就成堆場喺手啊，即係你唔使煩話要去同嗰啲租場黨去爭場咁樣啦，係咯。好，講完，多謝你睇完呢集啦。欲知後事如何咧，咁啊請睇下一集啦。拜拜，好，拜拜。